市府为解决纵贯铁路对台南市区造成的交通及都市发展问题，配合交通部的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，促进都市机能转型与再发展的契机。为改善旧城区停车供需不均问题，市府规划立体停车场新建计划，总经费约4.19亿元。这里是文化中心新建工程立体停车场，那为地上8层，那1至2楼为文化中心的展演中心，3至8楼为立体停车场，总共有汽车停车格219格。那地下1楼为机车停车场，有279格。那预计112年的5月完工。市府为打造台南成为运动城市，由中央与地方携手新建平实营区排球场，总经费2500万元，成为台南住商混合的友善运动休闲场域。东胜里活动中心因设施老旧，经评估后拆除重建，总经费约2500万元，一园面积设计完工，新颖的建筑提供优质休闲场所和邻里交流空间。东胜里活动中心于0206时检验为海沙屋，故我们重新拆除重建，于今年初呢已完工，然后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呢能够正式启用。同时，我们启用后会首创我们东区的活动中心的老人幼稚园，这是我们的特别的创举。区公所配合市府南台南站重划区，完成阳光公园绿美化，并规划设置人行步道，总经费300万元，串联民众休闲步道。有这步道非常的好吼，甲这环境整理甲安尼，阮这每一天早起有活水功、太极拳、毛巾操，行棋的、散步的、跑步的，对这市民足方便的，当互愈侪人来运动。阳光公园站。市府举办东门町人文怀旧路线与西竹围历史建筑路线走读活动，透过导览解说，带领民众以步行的方式回味人文故事和老建筑的迷人风采。西竹围知秋文创园区包含市定古迹厅长官邸，而宿舍群前身为台南一中植物宿舍，为活化再利用宿舍空间，鼓励文创设计团队进驻，成为创意工作坊基地。市府整合社区长照资源，串联照护网络，提供共餐等促进服务，让在地长辈与弱势族群能安心生活。响应市府发起的农产品团购，区公所特别结合南天府的高措上帝庙及东区行善团，采购330箱凤梨，以行动支持农友，也分享酸甜的滋味给区内的弱势民众。感谢有你，台南第一。